心，别怕，哥来救你！放心，老大，这次都是女大学生，已经出发。杨欣在哪儿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哥一定要为你讨个公道！公道？哼，没用的。这里可是三不管的江城，三大帮派在这里为所欲为，无恶不作。别说死人没人管，就算吃人都不会有人管。走，哥带你回家。一个臭民工居然敢来砸场子，干他！天生神力，有意思。你还能打几个？500，还是1000？管我管！孤身一人就敢硬汉黑虎会，江城很久没有这么有意思的人了。把他带走吧，死在这儿可惜了。是。虽然你天生神力，却无章法。记住，只有妖马合一，力从地起，才能发出最强一拳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江城三大黑帮全是恶徒，青龙会强占民田，黑虎会掳掠妻女，北狼会走私祸国，跟他们作对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100个不够，我就杀1000个；1000个不够，我就杀10000个。不错，在这个世界，唯有以恶制恶，才能斩草除根。我已经安排你卧底进青龙会，只要你坐上青龙会的一把手，我就能收网整个江城。小姐，你真的觉得他能以一己之力铲除江城三大黑帮？能杀死老虎的，只有比他更疯狂的同类。虽然你刚来，会主坤哥就意外走了，但你是我傻强唯一的小弟，以后我照定你。谢强哥。大小姐到。大小姐是坤哥唯一的女儿，今天从国外回来继承青龙会，待会儿见到她，一定要低头鞠躬迎接。没大没小，见到大小姐不鞠躬，赶紧鞠躬啊！你想找死啊？
姐小心！我尼玛！不但冒犯大小姐，还打伤自家兄弟，我毙了你！住手！扶我起来。我早就怀疑老黄心怀鬼胎，没想到他竟敢当众对我动手。什么？老黄跟了坤哥20多年，居然是内鬼？你是哪个堂口的？林大小姐，她是跟傻香看场的，还没资格拜码头，正式入堂。升他们2个为红棍，以后跟我。今天召集各位弟兄，一来祭拜我爸，二来有件天大的事要宣布。我父亲根本不是意外死的，而是黑虎会下的黑手。什么？今天我要找出帮会里最能打的人，去给老会主报仇。谁能力压群雄，直接分得3个堂口。你不是想跟堂主们抢机会吧？我劝你想都别想，能当上堂主的都是身经百战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角色。你看这几个堂主，随便挑一个都能1打10。你试过打10个吗？想争这次机会的，就用拳头说话，服人服众。我先来。梁堂主不愧是帮会新晋猛人，太他妈牛了！有速度但没力量。切，还是看我的吧！副堂主不愧是帮会最强战力，一拳居然能打退2米。杨明，你摇头什么意思？我忍你很久了，给老子出来！我忍你很久了，给老子出来！你摇头是觉得我不行吗？你的身上的肌肉太累赘了，导致出拳发力不顺。哟，出拳不靠肌肉出力，靠什么？靠腰马。唯有腰马合一，力从地起，才能打出最强一拳。说的天花乱坠，有种就当众打一拳看看。对啊！不好了，大小姐，黑虎会来闹事了！頂你個肺啊！你老大死咗咁大嘅事，咁我唔通知我烏鴉聲？我你媽！穿大紅大紫來參加喪禮，一點規矩不懂！請你立馬滾！我們青龍會不歡迎你們來弔唁。哼，誰跟你說我來弔唁了？我是來拿回龍頭棍的。當初是你老爹僥倖贏得，不是你。現在你老爹死了，龍頭棍就應該交出來重新選主。龍頭棍可是能統御3幫的信物，現在在我手裡，我就是不給，你能怎麼着？那就按江湖規矩，1對1單挑說事，誰贏了誰說了算。我們派出筋肉人。什麼？居然是黑道風雲榜前10的魔鬼筋肉人！什麼？居然是黑道風雲榜前10的魔鬼筋肉人！什麼是風雲榜？風雲榜就是江城幫派所有打手的實力排行榜，只要你能上榜，隨便在一個幫派都能當上堂主。筋肉人明明是北狼會的王牌打手，憑什麼替你們黑虎會賣命？丟！江湖規矩又沒說不能外援，你要是拒絕單挑的話，就得無條件答應對方一個要求。如果你陪我睡一晚，這事我可以明天再跟你算。你個二把手拽什麼拽？住手！大小姐，
不就是单挑吗？我梁羽荣愿意上去打。单挑！好，我们青龙会接了，但我要加一个条件，你们输了，我要你乌鸦一条狗命。好呀！那要是你们输了，那大小姐就当我乌鸦的女人。签过生死状，单挑正式开始。梁堂主牛逼！看来什么风云榜前10也只是浪得虚名。杨明，你觉得梁堂初打赢金肉人要几分钟？1分钟。没想到你这么看好梁。1分钟后，梁堂主必输。我尼玛，你丫在说什么丧气话？怎么会这样？刚刚梁堂主看似优势，实则根本没法终结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对方可以失误无数次，但梁堂主失误1次就结束了。梁场主！我痛！喂，江湖规矩，单挑只能1对1，其他人不能插手。哈哈哈哈！梁堂主死了。你们黑虎会太卑鄙了，把人往死里打！喂，我们可是签了生死状，不往死里打怎么行？再说了，要是他不想死，可以投降啊，他又没喊投降，那我们只能继续打呗。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妈的，我上！我今天就要打死你！给我兄弟偿命！你们青龙会最能打的也就这点能耐，我就站着给你打3拳，你都伤不了我。什么？这你妈也太嚣张了！我就不信了！冇搞錯吧？打人反而自己嘅拳頭痛？可惡！霍堂主在重量上不占优势。唯有妖马合一，才能打出最强一拳。这拳不对。赢了！你这拳不错，可惜力量还是差了点儿。什么？完了，硬生生吃下魔鬼金肉人一拳，估计站不起来了。愣着干嘛？把他废了！霍堂主！妈的，跟他们拼了！勋达小姐，你要是今天敢开打，就真是坏了规矩。到时我和北狼会就名正言顺的围剿你青龙会，那北城3大帮会就只剩2个了。你们下一个谁要上？赶紧的！要是没人上，就把龙头棍交出来，然后你们的大小姐就得当我的奴仆。
晚上伺候我。没人敢上，原来你们青龙会都他妈是孬种啊！单挑都不敢，还混什么帮派？各位堂主，谁要是敢上，我以会主的名义许诺5个堂口。哟，5个堂口，那赶上一个帮派的地盘了。看来他真的是急了。你们谁上？大小姐，这富贵怕是有命赚没命花呀。你看青龙会这群怂逼，像不像缩头乌龟？感觉还不如你的小乌龟。谁要是敢上，我把龙头棍交给他，让他做代理会主之位。只要你坐上青龙会的一把手，我就能收网整个江城。孫大小姐，你船上再高有個鳥用，你哋這幫慫鬼不可能會上㗎。我傻領把都鬥不過我，你肥姐姐見馬，乖乖從咗我，以後七雙恰拿，一輩子不愁。我就算掏光家子，也要为我爸讨回公道。妹妹，你放心，哥一定会为你讨个公道。个臭婆娘，真以为我不敢动你了吧？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刚武。不就是打架吗？我来跟你们打。我跟你们打。你犯什么傻？还有其他堂主在，还轮不到你来出这个头。我能打赢他。哪来的小瘪三啊？怎么没见过？你连木桩未必能打得动，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木桩可能能挨住我的一拳，但他一定不行。这小子气场不简单。杨明，你别冲大头了，你连我都打不过，你去打风云榜前10的人，不就是去送人头吗？杨明，我知道你对帮会忠义，但也没必要白白送死，这没你的事儿，赶紧下去。丢，不行，江湖规矩，敢站出来就必须打。这小瘪骚这么狂，我倒要看看他被打到求饶的样子。杨明，臭小子，你现在跪下来，在大家面前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可能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废话真多，我一旦出手，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妈的，我弄死你！小心！寸草千军！明明很轻的一拳，怎么能把人打飞这么远？哼，原来是扮猪吃老虎啊！你老味，俾個細柴放低咗，你唔係專彈打假拳玩我嘛？居然把300多斤的魔鬼肌肉人打飞到墙上。这杨明看似平平无奇，没想到这么能打。这杨明算屁的能打，要不是前面2位堂主消耗了那筋肉人，他怎么会捡到这个便宜？可恶！你这臭小子，居然让我见血！我压死你！给我锁住，你死定了！糟了，杨明在体重上还是吃亏了，一旦被锁住，根本没有反抗之力。赶紧想办法脱身呀，不然输定了！在绝对力量面前，功夫不堪一击。你们这种打打杀杀的帮派，根本不配提功夫2字。还嘴硬，我压死你！筋肉人可是有300斤，杨明别硬扛了，你会死的。打得好，他是我小弟，我傻强带出来的小弟。妈的，外人总是靠不住，
居然输给对面的一个小瘪三。别生气嘛，生气对身材不好。我现在火 K 很大。乌鸦，愿赌服输。既然你们黑虎会单挑输了，就兑现承诺吧。对，把你的狗命交出来！谁说我输了？我还有打手没上场呢。又是你们打不赢，就要把龙头棍高出来。你也塞关键等我。下一场我来打。这人谁呀？哼，看上去不怎么样啊。哼，这打手这么瘦，不能再让杨明捡便宜了。大小姐，这局我上吧。那杨明就会用点巧劲儿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毕竟杨明只是一个红棍，还是让欧堂主上稳妥点。这局欧堂主上吧。是，大小姐。姿势，莫非是风云榜第3的银蝎子？风云榜前3，这根本没法打。投降了，我投降了，别打我！呜呼，还得是贵的好用，哈哈哈！阴蝎子在江城就是出了名的杀人狂魔，每次单挑。不弄死对方，也得把人弄残。此人虽然排名风云榜第3，但腿功天下无敌。有人亲眼看到，他一脚就把粗钢棒踢断了。刚刚这群废物让我没面子，现在我要他们全部死。下一个谁上？没人上，那我就找最大的那个。保护大小姐！完了，这是阴蝎子的杀招，蝎子飞踢，整个江城没人能接得住这一脚。哼，小子，你是有点东西。但跟我阴蝎子打，你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。之前的承诺还算不算数？什么承诺？赢了能干青龙会1把手。干1把手，当然可以。杨明，你别犯傻了，这可是风云榜第3，不是你能用什么巧劲能赢的。赶紧下来，我不能看着你死。废话真多，还打不打？居然和风云榜第3打得有来有往，这杨明到底是什么实力啊？怎么以前没听说过？你最厉害的是不是腿？这不废话吗？我叫阴蝎子，当然最厉害的是腿。行。那我用腿法打败你，在我阴蝎子面前用腿，找死！杨明，你跟他比腿怎么赢得了？杨明，小心！慢着，我右腿伤了，我要跟你比左腿。傻屁！什么？他居然打赢了阴蝎子！风云榜前3都输给杨明，那杨明的实力岂不是能进前3？所谓风云榜，不过是一群人争强好漏的虚名，根本就是对功夫的亵渎。乌鸦，
你的狗命现在是青龙会的了。大小姐，给个机会，雷把不是我弄的。你去跟我爸解释吧。刀下留人！居然2位会主同时到场了。小静，你爸的死是江城3大帮会的头等大事，不能由你私下处置。没错，此事必须召集3帮开会，共同商讨，再定结果。啊！我的耳朵！行，希望到时3帮会议，2位叔伯能给我们青龙会一个交代。闭嘴！3天后3帮会议见。这次是你为帮派守住了龙头棍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青龙会的会主。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会主怎么能让他一个看场的担任？刚才我已经说过，谁能赢下单拼，谁担任青龙会的会主。你们当时可是没一个人有异议。大小姐，他才进青龙会多久，辈分根本不够。就算你今天硬把会主之位给他，兄弟们也绝不会服他。你们看看在场的各位，哪个不是跟着老会主出生入死拼过命的？随便拉一个出来，都比他更有资格当这个会主。我们在青龙会混了好几年，出生入死，凭什么他一个新人当会主？就是一个看场的打一架就当上会主，谁能服啊？反正会主之位要是给他，我们就不干了。都别吵了，这事我自有定夺。跟我来。放心吧，会主位置的事儿，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你把会主之位给我，就不怕你底下的人造反？只要你当了我孙静的男人，就没人敢再多说一句。只要你当了我孙静的男人，就没人敢再多说一句。不行。怎么？难道你觉得我不够漂亮，入不了你的眼？不是，我有女朋友了，我不能对不起她。女朋友而已，又不是老婆，有什么不能的？只要你当了我的男人，我就把江城最大的地产公司青云集团交给你打理，整个江城的地产都由你说了算。这都不动心，难道你不是男人？你说谁不是男人？那你就证明给我看，让我看看你的男人样。婉莹，今晚老同学聚会，你一定要来哦，我有重要的事宣布。府中的事，我自有办法。这杨明还真是有趣。这些年都是你搬砖供我读研，等我考研上岸，找到好工作，我们就结婚。到时候我给你买车买房，再也不让你过苦日子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老班长吗？今天怎么不搬砖了？哟，这不是我们的老班长吗？今天怎么不搬砖了？哎，你怎么能这样调侃班长？当年他可是我们班里成绩最好的。给脸还不要脸了？要不是同学一场，你以为你一个搬砖的农民工能参加我们的同学聚会吗？就是，别以为借了一套衣服就能跟我们同一个档次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里都是大学生，白领，不是你一个农民工能高攀的。我今天来只为见婉莹，没兴趣参加你们的聚会。杨明，
你不会真以为自己配得上婉莹吧？他现在可是考上了研究生，是我们这里学历最高的，他怎么可能还记得你？再说了，婉一现在是我们当中混得最好的了，她刚刚拿到了青云集团的聘书，而且男朋友还是青云集团未来的经理，你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。你们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杨明，到时候我给你买车买房，再也不让你过苦日子。你居然真的买了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是让你去帮我男朋友停车。什么？杨明，你不会以为我今天来是宣布跟你结婚吧？你是搬砖的农民工，我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，别以为给了几年饷费就能吃定我了。原来在你心里，我们这几年的感情就只是生活费。好，这几年就当我看错人了。我今天让你过来，就是要当着所有同学的面，把我们的事儿说清楚。我们正式分手，以后你不准再联系我，也不准再纠缠我。我现在的男朋友张凯可是青云集团未来的经理，前途无量。你跟这个搬砖的废话说那么多，他能懂吗？告诉他，青云集团可是江城最大的地产公司，是他这辈子都触摸不到的高度。杨明，你跟我男朋友比，连一根毛都不是。行，当年我妹妹就说你心机深沉，我还不信，今天总算看清你的真面目了。哎，谁让你走了？我们的账还没算完呢。那几年的生活费我就当喂了狗，不要了。谁在意你那三瓜两枣了？我要算的账是，你这几年睡了婉莹，我也得睡回你的女人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回去。你就是杨明的女人是吧？赶紧来给我们陪酒，不然他在工地的工作就保不住了。哦，是吗？我现在就过去。出发宴会。是。今天在场所有人一起玩杨明的女人，谁要是不玩，就是不给我张凯面子。以后在江州别想混。杨明，你玩了婉莹3年，我们只玩你女人1晚，这账怎么算都是你赚了，你该偷着乐才对。今天我看大家同学一场的份上，不想让你们血溅街头。哟，血溅街头！这个农民工居然公然叫嚣要让我们血溅街头，你以为你是老几呀？就是，张总可是青云集团未来的经理，背后可是青龙会的大小姐罩着。张总要弄你，比弄死一只鹿色还简单。杨明，当初我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，现在想想你那浑身汗臭味，真是让我恶心。待会儿我们玩你女人时，你记得一定要在旁边看着，这样我才更有动力。杨明，你疯了！你居然打张总，赶紧跪下道歉！你这白眼狼狗男女，杀了你们都嫌你们的血脏！你个臭农民工，居然敢打我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农民工活活打死！等会儿。刚才谁要动我的男人？刚才是谁说要动我的男人？我靠，这就是杨明的女人，身材也太好了吧，长得比女明星还漂亮。这么多小弟，这女人到底是谁啊？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说不定是出来卖的。要不是我今天心情好，你早就被扔去喂鱼了。张总，这个婊子居然敢打我，你一定要为我报仇，打回他！你个死贱人，我待会儿一定要扒光你的衣服，让你当众跪下给我道歉。你就是杨明的女人。怎么，我配不上他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农民工配不上你才对。我是青云集团的未来经理张凯，在江城我也算有头有脸，只有像我这样有地位的人才值得你依附。不如你以后跟我。青云集团一个小小经理就想当我的男人，真会做梦。八婆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你居然敢打我！
睁开你的狗眼，看清我是谁。你是孙大小姐。刚刚是你说要我来这儿，给你们所有人陪酒的。误会啊，大小姐！大小姐，是我瞎了狗眼，是我永远不识泰山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给机会？行啊，既然你这么看不起农民工，那就给你一个机会，去工地上当农民工，好好体验一下。来人，把他拖走！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以后青云集团就交给你打理，这张黑卡里的钱你随意花，不够再跟我说。什么？杨明竟然掌握青云集团？他从此就是人上人了。杨明哥哥，我知道你心里对我还是有感觉的，对不对？虽然你现在有孙大小姐了，但我不介意做你的小情人，我会好好伺候你的。以后不想见此嫌脏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也不是什么事，想找你陪我一天。大小姐，我是出来混的，不是出来卖的。就算我现在单身了，我也不会答应陪你。你这小脑瓜在想啥呢？后天的三帮会议只能带一个人进去，我想你陪我去。为什么是我？青龙会出了内鬼。内鬼？难道我暴露了？现在我谁也不敢相信，只能信你。只要你在三帮会议上露了脸，自然就有资格当上青龙会的会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歹我今天帮你解了围，帮你出了气，你陪我吃顿饭总不过分吧？有你妹妹的消息，速来天台。杨明！我们找到了你妹妹出事那天的游艇幸存者。这个人可能见过当年游艇的主人，找出你妹妹元凶的关键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条线索不能白给，你得帮我一个忙，打探白金汉3楼的卖淫窝点。白金汉3楼？我们怀疑这个3楼不简单，可能不只是卖淫，还牵扯着海外势力。我需要你暗中探路，而你要找这人恰好也在3楼。是他？怎么，你见过？倒是没跟他见过面，但我知道她是我小妹的闺蜜，以前经常听我小妹提起，对我小妹特别好。她也是个苦命人，从小就没了家。3楼是会员制，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。可我没去过那种地方，怎么找她？你看我像去过吗？你自己想办法。老弟，你可算开窍了，以前总拉着你出来见见世面，你都不肯。今天强哥就带你好好潇洒一把。两位老板好，今晚想怎么玩？就这么的，我老弟第一次来，你直接整10个给我老弟慢慢挑。马上。老板好。我跟你们隆重介绍一下，这是青龙会刚上位的堂主，是我傻强带他入行的。我什么时候当堂主了？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。你们别愣着呀，赶紧给新堂主自我介绍。堂主好，我叫七七，来自北城。堂主好，我叫小易，来自皖州。堂主好，我叫阿梅，来自三江。今天你第一次，哥让你先选，剩下的就是哥的。都不满意，换一批。两位老板，这批已经是我们顶尖的姑娘了，再换没这么好的质量了。你这儿有没有一些女大学生之类的？可以啊，老弟，看你一脸老实的，没想到比哥还会玩。部长，听见没？赶紧给我们整几个女大学生过来。我这哪有什么女大学生啊，强哥你就别为难我了。老弟，哥说实话，我来这这么多次，也确实没见过真的女大学生。那些嘴上说自己是女大学生的，全是假的，都是自己给自己安的身份，骗你这些愣头青的钱。但我听说你们3楼有。部长，你这居然还有3楼？两位老板说笑了，我们这里哪来的3楼？你不肯说，那我们就自己找了。两位老板，别看我们白金汉规模不大，其实还是有人罩着的，背后的势力不是你们2个红棍能惹的。是吗？但今天我就惹了。
们两个给我等着，我要人！你能摇来多少人？几百人！ 10几个有没有？有。行，等你。真10个，误会，就一场误会，要不换回刚才那10个吧？还想玩妞？晚了，给我打！杨明，你先走，哥帮你顶着。走啊！不是，你真能打10个啊？ 老板，误会一场啊！误会一场啊！我们这确实有3楼，有你不早说，害我脸都被打肿了。主要是我们这3楼不是普通的招待，而是赃货交易会啊，涉及的势力过于复杂，我们都不会有一般人进。我看见小哥不是一般人，那我就破例带你一个人进。你都受伤了，就别跟我上去了，回去看医生。行，要是里面真有女大学生，记得帮我记一下号码。 这边请。这3楼真是别有洞天啊！老板，这位是你的专属服务专员裴。是他。月月，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客户。 你可一定要服务好咯。知道了，九经理，月月会做好服务的。不知老板想去公区还是私间啊？公区、私间有什么不同？公区呢，就是可以交换。什么意思？私间吧，老板，我一定会好好服务你的。老板先坐一会儿，月月去准备准备。不知为何，看到她就像看到自己的小妹一样。不管了，先收集些证据。老板录视频可以，但能不能别拍脸？哦，你误会了，我就随便拍拍，没别的意思。待会儿服务完后，老板能不能跟九经理说很满意？要是你说不满意的话，月月今晚又没饭吃了。 那月月谢过老板了。你在干嘛？赶紧把衣服穿上。老板是嫌弃月月的身材不好，不满意吗？我只是不着急。 想坐下聊会儿天，那月月给老板先按一下吧。你们这3楼开了有多久？都是些什么人过来？近半年才开的，接待的都是些海外人士。海外人士，看来真没错，这里很可能与海外帮派勾结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外出接待，比如上游艇什么的？我还是给老板做服务吧。 老板是不喜欢月月，要换人。求求老板不要换人，不然九经理回去会打我的。没想到当年他小小一只，现在变化这么大了。我不是要换人，我只是今天有些累，待会儿出去你就说你做过服务了。这大哥好像跟别的男人不一样。请进。 既然人齐了，那交易会就开始了。这些赃货来头都不小啊，
难怪连海外帮派都牵扯进来，看来想今天收网不太现实。这大哥不近女色，也不碰烟酒，感觉不像是混帮派的。老板，有看上的吗？没有想买的，但有想玩的。你们这儿有没有海天盛宴，能在游艇上玩的那种？哟，老板，您真是老玩家啊！可是我权限太低，无法做主，管不了这么高端的事。行，你没法做主，把组局人告诉我，我亲自找他。老板，我就一个小小的经理，哪可能接触到那个层面的人？好吧，既然你这儿什么都没有，就别怪我不给你们赚钱的机会。原来这大哥来这儿是打听游艇的事，说不定这是我离开这里的机会。招呼不周，老板走。大哥，等一下！只要大哥能带我离开，我能说出下次游艇的时间地点。你这贱人，现在桂英火会撒谎骗人了。我是在伺候海外客人时偷偷听到的，下次海天盛宴的消息，只要大哥我走，我就立马告诉他。月月，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？给你吃，给你穿，你居然敢背刺我！大哥，求你了，只要你能带我离开这里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，就算当你的女仆也行。老板，你别听这丫头的，她就是酒喝多了，脑子不清醒了。我现在就把你关禁闭，磨你几天，看你还敢唔敢乱说话。这人我要了，你们开个价吧。老板，我这3楼的小姐都是千挑万选的大学生，不是一般货色能比的。要是每个客人来了都带走一个，那我这3楼还开不开了？我用一个堂口跟你换。实不相瞒，风云榜第2的龙虎兄弟也是我们这里的熟客，他们每次来都指定要点月月，你要带走他，我怕你就在江城活不了。为了一个捕鱼人跟大家翻脸，犯不上啊。这人我要定了，谁敢拦，死！20多个人，能打得过吗？我这20个可是高级打手，不是刚才2楼的小混混。你现在把月月交出来，然后给我磕2个头，我就放了一条生路。废话真多。4拳就把我20個人趕沒啦！大哥，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，求您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從現在起，他是我的了。你們以後敢找他麻煩，我把你整個白金漢都端了。他竟然為了我要端了整個白金漢，好帥啊！媽的，月月在哪兒？趕緊讓他出來陪酒！是龍虎兄弟，唐大龍、唐大虎。哼哼，你死定了！風雲榜第2來了，你跑不掉了。龍哥、虎哥，就是他，他說月月是他的。居然敢跟我兄弟俩搶女人，找死！完了，风云榜第2的高手，这下我们跑不掉了。把月月交出来，我们能留你一条全尸。龙哥、虎哥，你们大人有大量，月月愿意赔2位1年为补偿，换你们饶他一次。你傻呀！就算我们弄死他，你照样是我们的玩物。刚才救你狂，这下知道谁了吧？小子，没想到还挺抗揍。放了他，否则你们死。妈的，口气这么大，去死吧！弟弟，妈的，敢弄我弟弟，我弄死你！
好强啊！你没事吧？嗯。三毛，風雲榜第2，居然被他一拳一個。走吧。说吧，下一次滨海行业交流峰会的时间、地址。会在这个月底江城的私人码头，如果想上船，还得有推荐信。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怎么，不走？等被别人抓回去？大哥要是不嫌弃月月的话，月月可以以身相许。毕竟刚才答应大哥，只要你把我救出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许什么许？我救你出来，是让你继续陪男人的。既然大哥不喜欢月月，那为什么要把月月救出来？因为你是小妹的朋友，看到你，我就想起她。小妹？难道你是杨欣的哥哥，杨明？你知道？当然知道。杨欣不知道跟我说过多少次他的哥哥，他说全天下最好的哥哥就是你。以前我还不信，但今天我总算是信了。自从杨欣死后，我在江城再没有亲人了。我以后能跟着你吗？我接下来要做的事，九死一生，不能把你带在身边。拿着这些钱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如果下月我还能活着的话，再去找你。你千万要小心，我会等你回来的。没想到你喜欢这款啊！我只是把她当妹妹。哦，妹妹。有事没事你上车吧，3帮会议要开始了。人齐了，现在你们打算怎么给我爸一个交代？大小姐，你爸真不是我杀的。我要是知道谁害死了老会主，我乌鸦第一个帮你报仇。我都让人调了监控，你还装什么装？谁把枪放到我车里的？有人要栽赃我。到这个时候还给我装傻？會長叫我啊，我還不想死啊！出来混，迟早是要還的。哦，南叔是要罩着他。会主，但我跟你爸阿坑是20几年的兄弟，无论是非对错，我都会站在你爸这边。既然你要的交代已经给了你，那我们来谈谈三帮的事儿吧。最近外海的帮派手越伸越近了，不但开始抢我们三帮的生意，还开始跟我们抢地盘。你是阿坤的女儿，我和北会长不能袖手旁观，所以我和北会长商量过后决定，帮你掌控青龙会。你当初压根儿就不想接你爸的烂摊子，回来就是一门心思要给你爸报仇。现在大仇得报，心事也了了，你可以安安心心离开江城，去过安稳的日子了。丫头，叔伯都是为你好，打打杀杀的帮派事儿，你一个女孩子哪能应付？把话压了，三帮的事儿就和你彻底没关系了。有我和你南叔罩着，没人敢动你一根指头。慢着，小子，你谁呀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丫头，你的手下也太没规矩了。这仇都没报完，怎么能让出帮派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陷害你爸的凶手还没死呢。我可是在大家面前把乌鸦解决了，怎么就没死呢？乌鸦不过是个替死鬼，真正害死坤哥的是这把枪的主人。这枪怎么跟杀死我爸的那把一样？嘴上说着出来混讲义气重兄弟情，背地里全是阴私算计黑吃黑，真让人恶心。既然你都说破了，那我就摊牌吧。南会主，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好不能带人吗？丫头，你第一天出来混呢，不带人就敢单枪匹马谈判，真是天真。现在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画押让出青龙会，
我放你走，绝不会动你一根头发。为什么？你和我爸是20年过命的兄弟，为什么要狠心杀了他？因为你爸老糊涂了，他居然为了你打算金盆洗手，不愿再做帮会的生意。什么？道上混的哪有说退就退的？天真！既然他不愿拱手交出地盘，那我就帮他接管青龙会。好看不吃眼前亏，现在他们人多，别硬刚。你撕了，不等于自断后路了吗？像他那样的人，你以为画了押他就会放你走？好，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我就送你们父女俩黄泉路上团聚。上！楼上那2个死透了没？回南哥跑了。你他妈骗谁呢？上面可是100多人，你说让那2人跑了？南哥，我真没骗人，那小子真的一个人把100多人全打趴下了。要不我再去叫几百人来，把那小子宰了。普通人估计是对付不了他了，要请就得请动那位。你说的不会是风云榜排行第2的龙虎兄弟吧？听说昨晚失踪了。那2兄弟虽然很能打，但太沉迷酒色了，办不了事。要请就请风云榜第1。什么？你居然想动用武池林？他可是出了名的脾气怪，没人能使唤他，给钱也不行。谁说要花钱了？我们只要散播一个谣言，说风云榜第1已经换成了杨明，那头脑简单的武池林必然会主动找上门，踏平青龙会。嘿，还是你点子多啊！你先好好睡一觉，帮派的事儿你先别管了。别走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？这2天帮派发生的事太多了，我已经不知道哪些人能信，哪些人不能信。大小姐就不怕我也是不能相信的？你不会，如果你要是内鬼，那天你就不会救我了。龙头棍，没错，这就是能掌控江城黑道所有生意的龙头棍，就连和海外帮派的交易也必须用它才能定夺。现在，我想把这龙头棍和会主之位都交给你。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，青龙会交到你手里了，我能信得过你吗？什么？我马上过去。傻强在哪儿？在里面。你以为升到红艮就能为所欲为了？我今天就教你什么是规矩。傻强，你怎么来了？帮会的小弟不听管教了，我在教他规矩呢。什么规矩要把人的头都打破？哟，我这堂口家教严，对小弟严苛些不行吗？赶紧放人！你他妈谁呀？张嘴就喊放人！我杨明，青龙会会主，我说放人就放人。哟，青龙会会主好吓人啊！我就不放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你敢再说一遍？哟，真把自己当会主了？我说白了，你就是个吃软饭的。就是，你入帮会才多久啊？要是论辈分，你他妈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，还会主？赶紧滚！惹老子心情不好，连你一起揍！回去给大小姐好好当狗，说不定还能当上便宜老公呢。别管我，这里都是青龙会的老字号，他们不会服你的。妈的，谁让你说话了？看来我下手还是轻了。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马放人，否则别怪我对自家帮派的人动手。
妈的，别以为大小姐护着你，我就不敢动你。机会已经给过你了。我的手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干他！我的骨头！谁还不服的，就上前一步。强哥，你还行吧？还叫强哥？你现在的官比我大多多了。都给我听着了，以后你们谁动傻强，就是等于动我。杨明，今天青龙会的元老都在这儿，你别太放肆。年轻人有点本事是好事，但做人太嚣张，迟早栽跟头。就算大小姐给你撑腰，我们几位元老联名，照样能把你踢出青龙会。龙头棍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不服我当这个会主，但现在龙头棍在我手里，会主之位就暂由我掌控。谁还不服的，可以上来挑战我，哪怕所有人一起上都可以。我杨明随时奉陪。既然没人敢叫，那从今天起，杨明就是青龙会会主。你们还不拜见会主？拜见会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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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，杨明他不能当青龙会会主。欧立豪，你不服总得有个理由吧？因为他是内鬼。什么？会主居然是内鬼！欧立豪，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？这里有杨明去白金汉3楼的视频，出来混的谁不知道？白金汉3楼可是海外帮派的据点，杨明偷偷去那种地方，不是内鬼是什么？白金汉3楼那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。你就是在泼脏水！杨明去白金汉只是去找小姐，根本不是什么内鬼。你跟着他上去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上去是做什么？谁能证明他不是别人安插在青龙会的内鬼？杨明，你就不打算解释什么吗？我用大小姐的名义来担保杨明不是卧底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知道你对这小子有几分意思，可青龙会是大家用血肉打拼出来的，若交到一个信不过的人手上，那怎么对得起兄弟们？大小姐，虽然你愿意担保杨明，但他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还需要用行动来证明。明天就是龙头棍执掌后的首次交易权，若他能代表青龙会顺利和北狼会完成交易，才能洗清嫌疑，证明他真心为帮派。行，明天我跟杨明一起去，这下没人有意见了吧？没有，只要为帮法出过力，就是自己人。我们几个老东西，就看你明天的表现了。看来是时候收网了。只要2个帮派一旦交易，我们的人就能人赃俱获。只要3帮端掉2个，另一个就不足为惧了。上次我想打听的海天盛宴的事儿，有什么线索了吗？海天盛宴涉及的势力太错综复杂了，就算你强行端掉，也摸不到背后的尾巴。不过别担心，我们的人已经派人混入了上传的人员名单，只要游艇开动，我们就能锁定跟踪。
你是谁？喂，杨明啊，我是你大伯啊。你堂弟最近去了江城，突然联系不上了，大伯想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素素，放心吧，等我拜了码头，就不用过低三下四的日子了。你不去上课，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堂哥，走，跟我回去，你爸还在学校等着呢。我不回去。我看你小女朋友在这里，我给你面子，赶紧跟堂哥走。我说了不回去，我现在要去挣钱养素素，我答应过他，会给他一个家。挣钱？你书都没读完，怎么挣钱？我已经拿到拜门头的资格了，以后混帮派就能赚钱养家了。什么？你要混帮派？你要敢真混帮派，我就替你爸打断你的腿！我不用你管，我一定要出人头地，我才不要像你一样一辈子当农民工，让人看不起。我们走。感谢鼠哥收我当小弟，以后小弟就跟你混了。以后你就跟鼠哥我好好干，吃香喝辣的，少不了你。太好了，你以后终于有帮派了。这是你的小女友？是的，赶紧叫鼠哥好。鼠哥好。既然叫我一声鼠哥，那就陪鼠哥我喝一杯。鼠哥，我不会喝酒。怎么，我黑鼠帮的面子不够大，连一杯酒都请不动你？鼠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还没够18岁，不能喝酒呢。给你脸了是吧？鼠哥的酒都敢拒绝，真以为黑鼠帮在江城没有排练了？鼠哥，素素她还小，不懂规矩，我替她喝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我要的是他喝。鼠哥别这样，素素她真的不能喝酒。海峰，你没事吧？不想挨打就坐下。想要放了你小男朋友，可以啊。只要你喝了这杯酒，然后陪我一晚，我就放过他。素素别喝！叫什么叫？再叫我打死你！你们别打了。不想你的小男朋友挨打，那就赶紧喝吧。装什么纯呢？赶紧喝！对呀，出来玩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上等货了。你再不喝，我就让人打断你男朋友一条腿。不要，我喝。不要啊，素素！堂哥，你他妈谁呀？敢坏我好事！堂哥你怎么来了？他们你惹不起的。兄弟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儿，这里可是我们黑鼠帮的地盘，敢得罪黑鼠帮，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。我们赶紧走吧，要是待会儿聚首来，我们只有挨打的份了。黑鼠帮，没听说过江城有这个帮派。你要找仇是吧？这一脚至少有10米远了吧？海峰，你堂哥好像很能打呀。妈的，愣着干嘛？给老子打死他！啊！我的拳头啊！小心！什么？铁棍直接凹进去了！兄弟，都是出来道上混的，相对留点面子。你打我堂弟，欺负他女朋友时，怎么没想过要留面子？别说我没警告你，我上头可是有人，不想死的赶紧放了我！
完了完了，对方居然摇人了！我早说别动手了，这下踢到铁板了吧？兄弟，看你有点身手，混哪个帮派的？就你们这些江城杂鱼，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头。哈哈哈哈哈！兄弟，这时候就别装了吧，我这里可是有20多号人，你以为我会被你吓唬到吗？20个哪够看啊，100个还差不多。我在大排档，你带人来一趟。哟，装的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。海峰，你堂哥真能摇来100多人吗？他怎么可能？他真要有这本事，怎么还去当农民工？好了，别浪费时间了。按江湖规矩，你打伤了我的人，按1万1人赔医药费，然后跪下来磕3个响头，断1只手，就可以离开。你们这种杂鱼帮派，简直拉低江城黑道的上次。杂鱼帮派？他说我们是杂鱼帮派。完了，这下跑不掉了。现在你们磕头道歉也不管用了，给我把他们4肢都打断了，然后扔到三江口喂鱼。会主，会主！什么？居然真的来了100多号人！他们是不是叫你堂哥，会主？我也好像听到了。青龙会，你居然是3大帮派之一的会主！误会啊，是小弟有眼无珠，不知道你是这样的大人物啊！误会啊，会主！我要是知道他是你的堂弟，我早就拜他当大哥了。会主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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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他人可以放过，但这几个，我不想在江城再看见。是，把他们带走。堂哥，你真的是青龙会的会主？怎么了？我想跟你混。混帮派是没前途的，立刻回去好好读书，以后少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。怎么交易地址突然换了？没想到内鬼把交易消息走漏了，所以临时改了地址。没信号。会主，咱们走吧。丫头来啦，坐，一起吃火锅。丫头，我希望你今天放下私人恩怨。这世上只有永恒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仇人。再说，那是你跟老南的恩怨，我只是个局外人。北爷说的对，那就别耽误大家时间了，赶紧交易吧。这里100万，点点吧。钱没问题。货，晚几天再送到你那儿。北会主，你玩我呢？江湖规矩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我知道啊，我是晚2天给，又不是不给。都进来吧。北会主，你以为我还会像上次一样不带人来？你敢黑吃黑，我今天就在这儿做掉你！丫头，我劝你想好再动手。我今天要出事了，会提1、2个帮派打你。想吓唬我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根本不在乎这次交易，来这儿只是送你去见我爸。杀了他！强哥，我让你开枪打北会主，你打自己人干什么？自己人？大小姐，你有把我当自己人吗？我为青龙会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只是混的一个堂主，而这小瘪三才加入帮派不到1个月，却当上了会主，你是不是瞎了呀，大小姐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帮派里的内鬼居然是你。没用的，子弹太深了，我活不了了。为什么你要帮我挡这一枪？
你是我收的第一个小弟，我不能看着你死。欧力豪，我今天必定让你血债血偿！杨明，你再能打又如何？我手里可是有枪，7步之内，拳比枪快，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的拳有多快！我靠！这小子连枪都不怕！赶紧摇人！这小崽子绝对不能留！你先走，我来断后。等我马上找到人来救你。难不成上次那小子真的是1打100？欧力豪，这可是我的车！我知道，你居然……现在你用不上了。别打了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！你杀了强哥，我不可能放过你。你不就是死了一个小弟吗？大不了我当你的小弟，我可比那傻强能干多了。你觉得只是死了一个小弟？看来你这种人就不配活。等下，我还有你想要的消息。我说出来能活不？快说！我知道，其实你根本不是混帮派的，而是来找害死你妹妹的凶手。你找到那海天盛宴的游艇根本没有用，那背后的人只跟南会主有联系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我拿我的命担保。还有别的吗？我知道的都说了，那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。你可以去死了！解决青龙会的事儿，我可拜托您了。放心，只要你把海天盛宴办好，我自然会出手。那就有劳了。是你？把电话里的人告诉我。杨明，你小子敢一个人独闯我黑虎会，我很佩服你，但我背后的人可不是你能招惹的。你要是不说，今天就死在这里。杨明，你是个人才，把你杀了太可惜了。我老南向来只跟强者合作，你要是加入黑虎会，我们一定能独占江城，在海外杀出一片市场。哼，像你这种虚伪的帮派，不配在江城苟活，那就是没得商量了。是，出来吧！给我剁了他！徒手掰铁！下一个
到你了。你是谁？我本来是风云榜第1，但听说现在是你了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这人到处说自己是最能打的，功夫在你之上。你也会功夫？要不切磋一下，看谁才是真正的第1。我今天没空跟你切磋，让开。正所谓文无第1，武无第2，在下武痴林前来领教。接招！再来！过瘾！痛快！咱们再来！你打不过我的，赶紧走吧。不行，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我说过了，你打不过我。你跑不掉了。果然，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。告诉我，你背后的人是谁？告诉你也没用，你根本拿他没办法。快说！我说，别打了。那人就是海外帮派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他这是中毒身亡了，毒药一般藏在牙齿里，这些都是防备逼供用的。可他刚刚明明不想死。梁明，如今江城3大帮派的主事者都已伏法，你的任务也算完成了，你可以回归普通人的生活。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普通人身份，让你离开江城，过上安稳的日子。不，真正的恶势力仍未清除，我不能就此收手。你是想追查海外帮派？没错。杨明，你可想清楚，海外势力盘根错节，去到对方的地盘，没有人能接应你。海天盛宴背后的黑手一日不除，就还会有更多无辜之人落得和我小妹一样的下场。我会继续借会主的身份作为掩护，深入对方腹地，将这股恶势力连根铲除。